问大家看到哎，你个这礼物卡，你个出作的啦。哎呀，做嘛干喏？因为我前几日啦就破片抽到个葱味盐，大家伫好葱味盐，真经当菜果又排又红，看个一下全部就超咸咸的滚呀呀的，好，一下个仲算皮肤狂鲜的，古说个当上个是真上颜色的东西，上个是下到有味道的东西。唔过，我前几日是存那个叫南瓜寒软寒冻冻呢。古说今日就爱来教大家用一条东西做清便上料理哦。接下来可能爱准备按到嘛个。做呀南瓜含卵用盐啊，其实当简单，所以老一的材料全部准备好就做得来做了。好呀南瓜啊，其实都也下阿舅妹不卡寒冬接起个卤南瓜，像是热天的时节啦，爸爸妈妈就会伫菜园地路种得位南瓜，唔管是大南瓜、小南瓜，所以不卡有这种瓜类啊，就做得拿来卤南瓜哦。古时候呀啲头摆做得讲是非常老实的滋味啦。所以今日就要来教大家用牙来做料理哦。之前我先拿呢蒜呢，韩国姜嘛，然后给切幼幼。好，先来切蒜呢，泡一下。其实阿舅妹也一部个有发现到吼，啲超级市场啊，有啲嘅卖嗰種既然老二老皮薄荷嘅蒜頭，古時候我會去買嗰種蒜頭，安尼就大概我料理嘅時間就較方便，唔是再講吼，去甲白蒜嘅皮啊，白到當辛苦。好，切好以後，然後佢放到溫公底度，切好，放落去。好，接下來係安尼姜麻咩樣樣，然後佢切到幼幼，本然有香味，唔過又唔會本然特別適到呀一片姜麻樣。好，來先然後佢切一條，再個點到香，切幼幼。好，繼續。姜麻做得切下幼的，因為有上時候唔係食到嘅姜麻吼，有一太氣會知道有一些嚟等營養哦。好，切好以後就做得落去，用到台灣工地度。好，接下來係安尼豆腐咩樣樣，然後佢切細細切。其實吼用呀豆腐來放到絞肉底度，樣樣吼先前面有做過按樣嘅料理，是愛做絞肉，我就會放豆腐，按樣熱量就唔會按到，唔是按到肉類。好，切幼幼。青菜切啦就做得，因為等下還會去到台灣工地度，然後佢攪啊。好，放落去。好，接下來係肉鹽嘅肉，也絞肉啊！吼，現在會買咗啦，有上時期可能會剔除你愛點肉鹽啊，佢就唔會按油，就唔會按鹽。古時候做嚟攞佢切剁剁啊，有冇？從天陽地度，就盡量攞佢剁剁啊，剁綿綿。好啦，意思就好誒。好，稍等，留佢放落去。韓國前面就係安尼重點了，安尼重點係乜嘅？安尼重點係南瓜。韓國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係講你愛留呀罐頭底度嘅東西裝出來，聽說愛用強力嘅湯匙啊，冇就快嘅留東西夾出來，冇按用啊罐頭底度嘅東西，係講用法體接觸到其他嘅東西，可能就會生菇，可能就會壞體。提醒大家愛用強力嘅湯匙，然後佢舀出來。要愛嘅量，好，差唔多安尼就好誒。因為也係較鹹嘅東西，故所唔是太多，一系列就好。韓國切嘅時間啦，看切間，阿佢們硬係唔會切太油啦，因為硬好食到嗰種有南瓜嘅口感，故所硬唔會切太油。好，然後佢切啦。
好，切好以后要香用，老几冰到安尼稳工地度，用落去。冰落去过后啊，就做得来老几搅啊，做得蛋酥辣的，就做得老几压啊，压出粘性，所有要用肉盐嘅料理都香用哦，所以老几压啊，老几老粘性压出来。好。差唔多咧，又知道有粘性过后啊，就做得来准备下调味嘅部分。调味嘅部分啊，做得来不用调味。冇计，不用调味冇计，清楚有嘅哦，就系呀暗挂嘅汤啊，唔是浪费铁，就老几有2汤匙嘅冰落去，1汤匙，2汤匙。还个一滴的透油，透油啊，咪系当葱油的哦，因为有透油啊，鸦片料理蛋糕就会有酱色，酱嘅色看起来就会当上颜色。好，到一滴滴的就好诶。好，按用透油好诶以后，就做得继续落去抹平。其实有的人为了鸦片料理拿来点肉盐，一粒一粒的，咁咩做得看见人嘅习惯。像阿舅妹硬很难食吼，我就老佢按用贵嘅抹平，按用就做得咧。抹平以后啊，炖完要腌一只火咧，腌一只火咧，等下会变嘛个？还有一项东西还蛮变哦，就是安尼咸卵，咸卵吼，老夹嘅卵拍白铁。有冇卵拍薄铁？而且要卵黄天天，然后卵黄留下来，卵拍唔是好，卵黄留低，卵拍好。所以按样有卵黄嘅蔬菜，老几冰到蛋糕卸下去，再个老几慢慢啦。好，按样冰到天荒嘅地度整就做得了。哇！用鼻水冰落去蒸的一下过后啊，其实啊，压下肉盐差唔多就已经熟嘅。唔过吼，阿 Q 咩平常吼，冇用做的冇食材喏。听说会来食材一下，故说今日硬准备的国菜，国菜做得用家用纯的咸卵嘅卵拍继续来做料理哦。压下压国菜洗好嘅以后，就攞佢切一细节一细节。好，差唔多一盒嘅按用嘅太色，切好以后放到盘度，然后佢放到盘度。呀，国菜看起来动动，唔过其实吼，佢放到呀天荒嘅地度，加烧整啊过去，佢就会磨铁，根本就冇嘢好食咧吼。好，接下来安尼乱拍，要攞佢切到幼幼，攞佢腌到蛋糕。好，切啦，切啦，就做得了佢冰上去。按用就做得了安尼咸卵，老国菜放香下。好，好。按然后按一锅含做得来做2种料理哦，就一个天锅，你就用纯呢，差唔多3分钟到5分钟，就做得了呀国菜冰落去，本佢煸熟整熟。好，来，攞佢冰落去。好，按用天荒嘅，再个攞佢煎起来，差唔多等3到5分钟，按用就又有肉，含个又有菜了。哇，最近我得唔得到我来食有米食嘅东西嘅啦？好，前一步嘅破票真係太辛苦嘅，故所以还会好好奖励爱自家，唔但唱做得食有米食嘅东西，还讲咩老爸小弟都嘅东西请退了。
是唔是非常群腔参加，就像我嘅名嘅咁样，故说喊慢我嘅喊牙齿嘅是群腔参加嘅阿群妹耶，成功，我失败了。